瑞士宇宙錶標準時間而家係中午12:59。無線電視翡翠台。彌敦道發生警員開槍事件，一個疑匪喪生。日本宣述到採取措施壓抑日元升勢。教宗主持復活節前聖事彌撒。新聞嘅詳細內容：旺角彌敦道今朝發生警員開槍事件，一個警員喺一棟大廈梯間截查一個懷疑爆竊男人嘅時候，遇到反抗，警員開槍打中對方，傷者送院後死亡，而警員亦都受傷。張婉玲而家喺旺角開槍嘅現場，交俾你同大家講下啦。唔該晒，而家我喺案發現場呢度嘅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咧，警方仍然係封鎖現場咧，係進行調查嘅。案發之後，重傷嘅疑匪被送院急救，送院之後咧已經係證實死亡。喺事件中，一個警員咧亦都係受咗輕傷，要送院治理嘅。現場係彌敦道東海大廈，事發喺11:40。現場消息話，一個疑匪懷疑喺9樓叫門爆竊，一個警員到場截查，喺糾纏之間就追趕到7樓嘅低間，警員咧係開咗一槍，疑匪咧就中槍倒地。一個目擊者講述當時嘅案發過程。我聽槍聲咯，聽個槍聲響，我咪跟住出嚟出門口，我唔知嘛，出嚟見到差佬喺度，我話聲落嚟叫佢管理員。咁之後點啊？差佬點樣啊？差佬後尾咪收尾差佬咪。收尾我落到嚟管理處嘅上咗去，成班上咗去。我帶佢上，佢又唔上；帶佢上去又隔離樓梯上一樣，一樣我哋中間樓梯上應該捉到佢啊！佢仲喺度嘛？冇掹槍，我見你揾支槍咪指住，聽到槍響嗰陣我未出嚟，喺屋嘅。咁而家警方咧已經將案件列為警員開